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了停通的时间了哦。今日永群先生要教大家是呼啦圈的运动，想放起来，群先生来做运动的哦。今家来学动作的哦，来先做暖身的动作哦。像拿好呼啦圈，两只脚与肩同宽，同的间条，好同样的距离，莫脱开，好我拿稳。拿稳的时间，像同的跳拿，在上面看，将近帮助，尽量来绑动的肩膀，还有颈，将近的线条绑出来。好，慢慢的跪中间，看下背，看下背的时间，记得的将近。不用耸，还有那肩条嘛，不用耸，莫耸肩呢。好，不用耸来。好，看有呢，弯片。好，我刚刚一片有紧实的感觉。好，再弯片。好，更加来捞眼看呢。记得气温哦。而家来玩嘅做薯片。然不用耸的肩条，两寸的肩条，耸背，好来弯片，一耸一下，一耸一下，看轮心上，慢慢的做。好，两只手绑住的呼啦圈可以做支撑，呼啦圈可以动把杆，嘛可以支撑的重量。好，从重心无稳的人可以用呼啦圈来做练习。好，来与肩同宽，像鼓嘻哈、天嘻哈，看轮心上，天天的做，你的脚趾头打开来。好，来注意哦，鼓嘻哈。天嘻哈，记得咯，要慢慢的，行个肚子数放来，放来的时间，个师傅要夹紧哦。更加挺放来，同个脚挺放来。听，好，再下来，你上脚趾头，一定要伸出咯。好，更加长的呼啦圈，用一只手拿，好，安尼先拿的做薯片，更加来学动作，从的同的脚起上来，好，吸起来。可以放尽量靠近你的肚子，好，再不用下来，好，重心的转移，你一片一只脚，好，你的重心塞一只脚来，一只脚别变过强哦，好，挺上来的时间，抬起来的时候我会加个强，好，踢出去，不是按高，按你如好诶，好，再起上来，数，再看一摆哦，一。你的时间踢出去，好，记得脚趾头要伸出来，冇怕反应，万万唔怕，尽量要求
伸侧再伸侧，记得莫歪下去哦。检查这个骨盆有没有在中间的位置。好，你的脊椎打侧，还有我跳哪讲有人喺上面吊一个手嘅吊空来用嘅，赶紧打侧。好，肚子竖上来，好，再摆来起，踢，再竖过来。好，更加弯旁边，好，更加同嘅本来头都系按嘅，好，更加打开来，好，踢出去，起上来，好，再过来，好，我重新，你可以塞入片。如果冇把杆的话，冇东西的话，冇呼啦圈，慢拍，你可以前一个垫呢，或做嘅有啲扶把，好，可以支撑你嘅重量。冇的话，安尼冇东西会摇来摇去。好，来1、2、3、4，旁边1、2、3、4，好歪冇？你嘅右脚做下阿弯左脚，好，来重新塞一片，好，塞入你嘅右脚一片，按一片绑好，好，有嚟支撑，好，弯片哦。一样，旁边。边，好，更加过来两只手板呢喺中间，好塞好，好，更加来做一个深蹲，斜，记得咯，背浪要停出来哦。好，更加同一脚挺上来，在弓箭步，先嘅右脚，再挺喺左腳嚟。1、2、3、4，好，挺腳，右腳挺上嚟，左腳盡量挺過來哦。好，再来長臀嘅腳，重新轉呢一片，好，踢上來。重新轉移嘅時間，嘅呼啦圈可以稍微挪動，嘿，這是靈活運用的。唔是按你固定體呀，好，重新的轉移，轉喺另外一隻腳時間，稍微挪動，旁邊壓上來，唔是踢高，做運動要做到有效果哦。
好，更加按下来弯片，重新一道塞牙片，好，重新要转移的哦，牙片。好，来做缓和动作，嘿嘿。接下来来臀线上来好，新的动作个，更加来臀线上来好，暖身动作个，将两只脚打开来，好，肩颈放松，地上面看，看下背，旁边。好，来捞眼看呢，弯片捞，再摆，慢慢的低后背，背拢放侧，检查这个背拢有放出来冇？慢慢的过来，低后背看，更加臀的呼啦圈，表演的旁边，好。来做一个侧弯，延展你的侧背，用下来，配合你的呼吸。在臀的呼啦圈变个另外一片，嘿嘿。尽量放高放侧，好，慢慢的臀呼啦圈，拿来你的手把掌。用个后背，拿来举哑铃，另外一片，另外一只手可以。好，用个眼位，好，鼓，放落的时间，臀个手伸侧打侧，因为呼啦圈有重量，哦，臀哑铃的个功效差不多，可以训练你的手背，蝴蝶袖，哈，修饰你的手背的肌肉，鼓，再伸侧。做4倍哦，吸，我刚刚的手个软，唔怕疼痛线上，慢慢的做，相信可以做得到哦。6、7、8、
弯片，左片做好，更加弯右片的哦。鼓下去，伸出，2、3、4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再同个呼啦圈拿前面来，2只手，好拿好，好从视察用来训练你的手背，好训练你的手背。有看过公园的冇？公园的我有一个，好像安尼，像方向盘用的，好那架松安尼脚，转过去的时间，唔会刚刚那一片绑豆，好上下左右，从视察的转动的方向盘，训练你的手的协调。可以修饰你的手背哦，加油哦，才能欣赏通下做哦。你可以做的都转过去，好，尽量绑到最极致，然后更加通通做边夹。3、4、5、6，重心的转移，9、10。好。同个呼啦圈变下去，好，安尼更加来训练个手指。其实安尼手骨头用处，好，个手背手啊灵活，做事情嘛会过灵活。好，来安尼来，右转，像转水龙头用的，左转。还有看到我的手的方向吗？有看到欣赏的手。左片转，右片转，来训练你的手腕。好，练习后诶，拿呼啦圈，好，拿轮呼啦圈一样转。来做一个呼啦圈的练习。好，更加来弯片，先练习你的手腕。我想象哦，拿入呼啦圈按尼转，好，按来思考内心哦。呼啦圈有重量，安尼嘛可以训练个重训的运动哦。更加安尼手腕转好的哦，练习好的安尼来数字，好，慢慢的数字打开来。
按用的体用的拿轮的呼啦圈的时间，用的数字转。必然的转通，训练的数字的灵活度哦。跌下来唔怕，再来做练习，多练几摆，你会学会的哦。可以的话，像有的人你可以做个脚。好，做数练习系安那弯右数。转用的数字转，好，慢慢的拿上来。好，拿轮呼啦圈先不用下来，前面往前跨一步。来做左右脚的轮替，弓箭步后背记得伸出来哦。紧接着臀线上来做缓和动作哦，像吸气，配合你的呼吸哦，调气。今日的动作好玩吗？好玩哈！停通停通，安尼下次能来了。